这是一份廣州土著的國慶美食清單。廣州這麼大，這次我們鎖定粵小區。第一站梗係食個腸粉先啦。呢個特色係肉腸同埋炸麵腸，哇真係好傳統。咁細份嘅，例牌整兩份特色先。油條搭配腸粉簡直一流啊！相信我，食完炸麵腸，你會放喺豆漿油條呢個組合嘅。我咁樣掀開好多肉，重點係呢個腸粉啖啖都係香濃嘅米漿味啊！我覺得呢啲先係老港追求嘅傳統味道。食個半飽留住個肚，下一站出發。第二站老城區大灣人嘅能量早餐，吞拿魚三文治，再加個咩人？因為賣得好就講食檸檬啊，15蚊半，加油加油！3分鐘。呢度嘅用餐環境都好有特點，就係冇乜特點，你都唔知去邊度坐。啊，揾個靚位先。我都未食，聽到老細同我講嗰句加油已經能量滿滿。哇！呢個麵包皮烤到好脆啊，睇唔睇到好脆？個蛋黃仲係流心嘅狀態，睇下。對標3分鐘食晒，下一間。第三站整碗糖水朗朗口先，係咪新鮮水牛奶啊？作為一個老港食飯，梗係整翻個飯後甜品啦。嗱，薑撞奶，顧名思義係薑汁同埋水牛奶撞成嘅凝固狀甜品，薑味好濃，入口絲滑，你好似食緊牛奶布丁咁啊！裏面有啲杏仁露嘅味道，蛋香味十足啊！啖啖都杏仁露味，好正，真係好正。廣州還有很多好吃好玩，等下帶你來發掘，記得也告訴我，係咁先，see you later。